下来你会看到口语测验、口语表达嘅题型。呢種題型呢，又分為短呢同長嘅兩種題目，睇可以用6到7句話來回答。準備嘅時間要30秒。你就等題目嘅指示用客話來回答問題。比如講，想要買一台新嘅電腦，唔過錢唔啦，唔會樣嘅同屋企人參詳。一下人再想看啊，按樣來回答。第一係要同乜人講，第二係講乜嘅事情，第三做乜嘅要按樣做，第四做請求回應。你來次回答下口語表達嘅題目。想要買一台新嘅電腦，唔過錢唔啦，唔會樣嘅同屋企人參詳。請回答。本樣啊，也博嘅我用電腦做樣片，總係知道你屋企嘅電腦太舊嘅，速度太慢嘅。想要換一台功能較強、速度較佳嘅新電腦。唔過假使有意思嚟講，我數行嘅錢唔啦，就得先將我2萬毛，2到年終獎金就連本帶利1本，做得冇？拜託啦，按字寫。第二內容導向，你就得用有客話嘅貼真詞，比如講也博嘅，總係唔啦。做得冇？樣講出來嘅建議就輕有客家味。